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张伟民。咱讲两岸局势继续来紧张，尤其咱看讲英国媒体路透社 Reuters 顶礼拜是发表讲台湾之战哦 ，T-Day the Battle for Taiwan。这个特别报道吼，特别访问咱讲来自这个台湾好、美国也好、日本甲澳洲12名军事战略家和15名这个现任甲前任的这个军官提出就讲中国可能升关到这个冲突6种想定的这个状况，6种 scenarios 啦吼。咱来看讲是倒6种吼。伊讲哦，第一个可能是封锁到这个马祖这个所在吼，买手会透过咱讲吼进犯金门遮，另外咧会进行到这个海空的这个封锁。然后进行全面的这个封锁了吼，咱来看到讲吼，买手就会开始伫咱的空中吼有进行一寡这个攻击、飞弹攻击等等的，甲全面可能入侵到咱台湾吼。啊，报道尾啊，伊嘛讲到吼，美国、日本甲澳洲才会联手帮助台湾做出反击。将其尾咧可能会演变做是咧东亚的这个大战争，但是对美国来讲，一旦中国摕来咱讲吼，这个台湾吼，美国可能就会失去掉做咱讲亚洲然后霸权的这个地位。但是若是讲美国无愿意或者是无能力来保卫台湾，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澳洲啦吼，更加受到中国军事上也好、经济上的这个打压吼，有的国家可能嘛开始试过画大饼吼。倒向北京政府，不如果咧，若是讲美国真正出手保卫台湾，咁真正会当大型抗来讲，哇！我保证，咱讲吼，这个实力会当和这个愈来愈强的中共解放军吼来做一个抗衡吼，这是报道提出的一个大疑问。另外咧，咱等下好好来讨论讲吼，这6种想定对台湾的这个影响，讲讲真正咱已经来到这个正式的这个状况啊吼。另外，咱嘛讲到中国的这个渗透，真正是无所不在。咱过去已经看到讲吼，国外有真济这个机构啦吼，去互这个中共渗透。咱看到即阵是新竹的这个清华大学吼，佮有中共的这个机构吼进驻，为着要啥？为着要侵害到咱的这个国安的这个安全也好，甚至讲吼用着吼要去收咱的这个半导体这个人才。但是咱讲啊，这对国安吼疑虑尤其更较大啦吼。另外，咱等下嘛讲到中共19代6中全会吼，昨伫咧这个北京开幕啦吼。咱讲吼，可能到11月12日的时阵呢，做出一个重大这个历史决议，可能伊嘛当号做是中共史上第3个历史决议吼。咱看来讲，习近平的这个任期啦吼，已经无限制要来吼提升，要来延长吼，所以嘛要确立到伊这个自然继承人的这个地位，讲要做一个。咱讲中国的这个皇帝啦吼，所以无人机的这个中国皇帝，伊的这个下骹吼，下骹手人安怎做代志的？中国国台办可能嘛要做一寡交代。咱看来讲，进前国台办就开始点油做记号，点上咧。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好，立法院的这个游锡堃院长，另外外交部这个吴钊燮院长讲伊啥？因是台独分子吼，真顽固吼，禁止因的这个家属也好，本人吼等等，拢袂当去中国、香港、澳门吼。虽然咱看到咱的这个回应吼，尤其说院长讲啥，伊讲伊未受到任何影响吼。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讲吼，无入这个名单的人会起怨道啦。讲起来嘛是真爱笑，但是咧，驻德国这代表谢志伟，伊佫要求讲吼，爱保一个名单，伊讲吼，被点名吼，都是一种公营吼。所以咱安尼来看讲，两岸这局势安怎来发展哦？综合所有议题，透过今日对话，咱做回来讨论。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前国防部行政处参谋官吴培豪教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来邀请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副研究员，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吼，针对着中共可能吼有6个吼真正这大的这个模式啦吼，封锁马祖也好。占领金门也好，也是讲吼，占领金门了后，开始对一寡咱的港口也好啊，通关做一寡限制，人飞袂出去的时阵啦吼，等等全面来进行封锁，另外咧可能全面来进攻啦吼。但是咧，今日咱的国防部嘛有所谓吼，2年一摆，国防部吼有一个报告书啦吼，重点是啥物？先做来看。而我们的力量是守护每一刻。天海国军做好准备，
迎接挑战的决心。国防部发布2年1摆的国防报告书，以打造坚强新国军为中心，应对当前战略环境，甲中共成员对台军事威胁。国军活2年积极强化无对称防卫作战发展，透过报告书友近甲咱国民众的距离，传达全面国防精神。美中战略竞争牵动印太区域情势。报告指出，美日韩印澳甲东南亚国家分别调整国防政策，应对中国威胁。我国位处印太地缘战略的关键位置，国军透过深化与友盟国家的军事交流，来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跟安全链接，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来确保国家安全跟永续发展。中共目标伫2035年达成军队现代化。即马伫战略对台军事威胁有偌大，包括各式大刀飞弹、巡弋飞弹、甲空射攻略飞弹，射程已经涵盖台湾全岛，也部署中长程对地顶飞弹应对外军干预。报告也指出，中国无清楚地带威胁，手段多元。用认知战甲网络战降低岛内民心士气，就要达成不战夺台，也透过图表清楚表示宜兰绕台区域。FIR 飞行情报区，一年大概有170万架的国际的民航机在飞行，那么这是5亿的乘客，所以中共它这种就是用军机扰台的行动，不只威胁到就是我国的一些空防的安全，也对国际间的这种就是航空的安全造成实质的一个影响。共军夺出东沙岛一流传闻，歼11架空警500伫车尾大胆直接飞到东沙岛附近海域，加上金门马祖防点名中共优先下手的目标，引起台海情势紧张。国军有多一寡相关的对策引起关注。均有研拟相关的应处作为以及作战计划，并持续透过部队的演训时机来验证或者是修调。明年9条改做14天，提升国军后备战力，针对军事训练役役期敢是延长。国防部长邱国正才讲要认真思考。国防部也表示，敢若就军事训练役评估国军战略是无正确的，不过也会继续收集各界对延长役期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像咱讲到应对中国的这个威胁吼，咱的这个国防啊，随时来做调整吼。尤其咱看到讲中国吼，毋那是这个飞弹对准咱台湾，其实咱吼看到讲因的这个飞行机吼，安尼逐工飞啊飞，有的人吼讲早就已经麻痹去吼。但是咱来看到讲吼，这是国防报告书内底啦吼。咱看到讲过去吼，自咱讲和平统一时期吼，甲一国两制这个部分吼，啊，甲即阵吼2019年甲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同款是无要放弃掉这个武力攻台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讲。即阵吼攻击吼不断咧侵扰咱的这台湾吼，尤其咱头拄看到讲东沙岛也好，还是讲马祖金门，去用点名是头一个会当去用摕落来啦吼。马祖吼过去咱的教授伫遐做过兵，敢有遐尔啊简单？几下所在吼，讲实在，因为伊离台湾较远啦。OK。金门、马祖啊、东沙吼，所以咧，这本来对中国来讲，伊家是爱真正拍迄个所在吼，对伊来讲吼。地理上伊是有优势，而且咧，台湾假使讲爱保护3个所在吼，咱爱集中咱的这个军力，安尼可能对台湾本岛的防卫吼，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咧，这是这3个所在常常互中国点名，甚至外国的这个专家吼，嘛感觉足有危险的所在啦。但是咧，这3个所在讲实在是毋是真正会互中国拍吼？可能唔是完全决定伫军事的因素，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就是吼，这金门、马祖甲东沙吼，假是互中国摕过吼，继续咧，台湾是毋是真正就因为这3个所在互中国摕去就投降？这中国嘛无一定100%会当保证。假是台湾无投降，安尼尾啊就是是真正来拍台湾，而且咧一心拍这3个所在吼，可以讲就是互台湾本岛。甚至有美国啊、日本这个国家吼，有这个准备的时间。OK。这对中国来讲吼，真正爱拍台湾吼，是希望伫台湾无准备的时阵这个军事上的优势较大。所以你意思是讲，伊先拍马祖也好，先占领金门也好，其实是互台湾一个提醒哦。对，就是亲像以前日本拍美国，伊去拍这个夏威夷，迄个
这所在，伊嘛是互美国完全毋知影无防备的时阵去拍，安尼伊这个镇压可能性较悬。但是美国已经知影，已经开始有防备，这哪有可能防啦？所以这当然对伊来讲讲实在拍台湾伊咧实力当然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是毋是有一种方式100%对中国有利？这个是100%，伊采取拢是无啥物成本嘛无。我感觉伊即摆是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武力的方式互台湾人惊，然后咧逼台湾加中国谈判。这谈判目标就是因为台湾人这个。假战争，所以咧，甲中国对中国讲好，安尼免战争一种上好的方式就是签一个和平协议。这和平协议咧签落，当然内部一定有政治的这个要求。亲像这和平协议就是台湾同意一个中国原则，台湾要有统一的时间表，是台湾就是答应以后绝对无可能去行台独的路线。这个种种的要求，这个要求，假是台湾同意这个和平协议签落，这个中国就答应讲，这个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对伊来讲咧，这就是对伊成本上低嘛，而且台湾家己同意甲中国签，这外国嘛袂使讲，这个真正出来阻止，来阻挡，这是嘛困难。所以伊主要也是希望用这种的武力来逼台湾惊赢，结果就是签和平协议。所以咧，台湾真正互中国有可能拍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台湾有可能伫武力之下投降。这种可能性，就是互中国感觉讲，足大的伊这个时阵，这个武力的动作会更较大。所以咱看台湾实在足侪的人是毋是真正伫这个危险的时阵会当真正团结。这嘛是中国感觉会当有法度影响，亲像台湾足侪将领，这个以前伫这个现役现任的时阵，这就是保护中华民国台湾。但是咧，即马退休以后，定定讲一种话，互这个中国这个甲中国配合。这个人有人讲伊拢已经退啊，袂要紧，无影响。但是咧，中国意思就是讲这人提以后拢讲这种话，但是咧政府还是台湾的社会无法度提无法度对伊安怎？无伊的法啦无伊的法。所以咧，就是亲像迄个人是毋是会当影响，会当说服，会当这个改变即摆现任的这个军歌这个意志，会当影响一个就是中国赚到一个，两个就赚到两个，无影响嘛袂要紧啊。反正这个中国免成本嘛，所以对这个来讲，就是中国足侪方式豆豆啊，一步一步来影响台湾。我讲这个中国爱统一台湾绝对毋是早起来台湾好统一咯，中国宣布，台湾宣布今仔日甲中国统一，毋是。中国统一台湾是一地一地，一地一地，亲像咱因仔足常常算一种拼图啦，一地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一地一地斗起来，一地一地斗起来，上尾要规地拢斗起来，就是一个剩一两地无斗起来，这袂要紧。所以我想这是台湾爱注意的所在啦。有影头拄啊，这个张教授讲到一大重点就是讲到底是毋是先占这个马祖还是金门可能讲这会互这个中共认为讲哇，这是对咱讲台湾一个提醒有所封闭第二个就是讲伊要用这个武力来打下互咱台湾有做一个惊吓这个心理所以可能逼咱家己要签咱讲和平协议的这个部分。另外就是退领退这个将领这个部分因退了后，但是也是用这个言论继续侵害到咱台湾的这个言论而且影响到真侪人的这个想法，这嘛是要来去控制另外就是讲这个咱讲 Reuters 的6大这个 scenarios 6大情景若是讲封锁马祖、占领金门这先行袂通，是毋是开始就开始全面来封锁这是 Reuters 的6大咱讲模式到底这6大模式有啥物款的政策？咱过来看咱的报道。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军力报告显示指出，中国2027年可能压迫台湾谈判。路透社采访台湾、美国、日本、澳洲专家，推演中共6大侵犯台湾的模式，包含封锁马祖、夺取金门，拿台湾拒绝谈判，采取直接通关的限制，宣布管辖台湾的领海甲领空，再来进一步全面来封锁，禁止所有船只进入台海附近，结果对本岛空袭也是攻击，最后一步就是全面来入侵。路透社分析，美国会甲日
日本甲澳洲斗阵来反击，世界大战恐惊会伫东亚来开战。其实我们的主战舰艇，说真的是数量真的是少于中国大陆。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要因应日本的角色的重要性，就在于说它可以提供美军在作战时的后勤能量。军舰需要油料，空军需要弹药。那其实这些油库、弹药库的补给都储放在日本。若是中国踢下金门马祖造成既定的事实，强军下一步恐惊会指向澎湖甚至是东山岛，国军要安怎来反制？学者分析，国军会使出动大量兵力攻击中国一线城市，也是重要军事据点。另外，国防部长邱国正进前来投资华年国日报，坦白讲，无度甲强军来对抗，也不台湾绝对袂来投降。宣示我们保卫自己的决心。另外一面，也让我们理念相近的国家能够了解，台湾是一个自我防卫有决心的国家。那让盟友来协助台湾的信心也可以增加。两岸局势紧张，引起印太地区国家真关心。新加坡国防部长吴永宏指出，台湾的问题是条深红线，各国应该来远离我想军有误判的风险。中国一直拍出无清楚的战略，唔那派强军直接来侵了台湾，挑沙船烧了离岛，网络最近也流传文攻的歌曲，一首叫做《坐迄个动车去台湾》，歌词真白写个讲坐迄个动车去台湾，就伫迄2035年，意图来传达2035年两岸统一的思想，引发议论。记者综合报道。是中共若是真正拍咱台湾可能2035年这动车道开到台湾来但是咱一定要阻挡，袂当这动车入来阻挡讲中共任何这军事威胁来到咱台湾所以 Reuters 第3个响定是讲这个爱断绝所有的这个周边这部分意思是讲咱台湾遮一寡这个民航机，伊若是进行到第3步遮，拢要甲你切断你就拢袂当出去，爱逼你签一寡这个协议头拄这个咱讲张教授嘛讲过，第4个就是要全面来封锁咱讲空中的这攻击飞弹就开始安尼对咱台湾来射但是对中国来讲，伊安尼成本毋是介大嘛？你也看讲2035年真正动车若来，这个时间表因是安怎按算的？这讲实在咱当作笑话来笑话啦笑话来听就好啦。因为讲，伊讲要封锁，伊即摆是惊啥？伊惊美国、惊日本、惊印度甲伊封锁。OK。因为讲美国讲啥物印太战略，啥物意思？你看你就知影讲，美国是为印度洋开始，马六甲海峡、岘他海峡、龙目海峡，安尼一路过来，咱台湾这边的巴士海峡，甲台湾海峡伊为啥？伊个美国的一个伊的海军学院的一个教授伊讲的伊这叫安怎离岸控制。OK。我虽然讲无伫恁厝的门口，毋过恁的路口拢互我封起来。所以讲送惊送封伊个封咱伊无即款的，所以无法度个出去啦完全无即款的能力。OK。伊上惊是啥物？伊上惊毋是讲干那汽油尔呢，伊上惊是啥物？粮食封锁。OK。你知无？姜因一年爱为外国。爱买偌济，爱买偌济粮食才有够伊即个大陆底下传讲可能今年冬天来台北看雨啦。有个人讲可能即摆要动手哇！结果安怎大陆的唱歌足够啦，分家规足够啦。到时是安怎？无人讲我即摆来去登记我咧做兵。我来去参加解放台湾，拢去倒位？拢去唱讲倒位有米通买无？有一个小姐，伊买600斤的米啦，起笑笑是安怎？应该嘛知影嘛，万一互封起来无饭通食啦。这比啥物核子弹更较厉害啦。所以讲上厉害的战略物质是啥物？上厉害战略物质。就是粮食 ，OK，这粮食伫倒位？美国、澳洲、加拿大，所以讲美国无点头伊要封啥？笑过嘛。所以讲有通写就安尼
伊是一定爱化。是。啊，无伊200多万的解放军，啊，一工食饭都要食遐济啊！你要安怎讲？甲百姓讲，你爱交偌济钱来迄落？一定讲哦，咱要解放台湾啊！毋过问题就是遮啊，拍台湾哦，无遐尼简单。啊，第二点是安怎？袂使失败呢？是啊。哈，安怎讲袂使失败？第一点，美国袂使失败。OK。你若讲台湾。互阿强啊拍落来，啊美国伊就毋是啥物霸主啊，啊。第二点，台湾袂使失败，啊咱一定上啊看到咱来甲你拼嘛，对毋？啊第三点，中国袂使失败，安怎讲中国袂使失败？中国哈，譬如讲即届啊6中全会，这习近平是要通过一个历史决议，伊的历史决议是啥物意思？就讲毛泽东的时阵，中国人徛起来啊！伊建国的时阵讲，咱中国人徛起来。啊，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伊讲咱中国人有钱啊，富起来了。是。啊，到习近平，你看我甲美国呛声呢，全世界呛声，表示咱中国强起来。所以讲，伊要中国强起来，要写入历史决议。啊你讲你偌强，我咱毋捌拍过输人，结果你若讲拍台湾，你才输去。OK。哦，第一点，你的领导人马上，就爱落台啊。第二点，啊你啥物解放军啊，你啥物中国共产党，都互人看衰小嘛。啊你来分家规分70多年，结果安怎？嘛是一个卡。所以讲。伊袂使失败。OK。伊讲伊袂使失败，所以讲伊想的代志足多啦，毋是安尼简单啦。啥物6套，讲实在，即马吼，所有的讲要拍台湾，倒位，拢毋是阿强啊讲的。OK。拢是啥？美国啊啦，日本人啦，欧洲的啦。但是美国为什么要替伊讲呢？咱台湾，伊讲哪？你讲美国吼，伊的民主嘛，所以讲。美国美军想讲我今年的预算要过，要安怎讲？哦，所以讲美国拢替伊的敌人啊宣传啦，伊讲像所有的我上头嘛。我上头，你知影无？迄当时啊，我少年时阵，你看美国讲苏联偌强，哎哟，迄苏联不得了呢，吼！啊，结果苏联它瓦解去啊，瓦解去，大家看就讲哈。你苏联遐尔根本就空的嘛，有偌强啊！结果美国甲讲遐尼强，所以讲美国会使一直的来加强伊的武装。OK， 即么共款嘛？伊讲阿强偌强，阿强爱分啦，爱分家规啦。美国就顺势这叫啥？叫甲你捧杀，吼。甲你抱啦，抱悬，再互你摔落来。所以讲即摆就安尼，你因为讲你强，所以讲咱国会再来通过。咱台湾嘛，讲实在啦，即摆因为讲咱有这特别预算2000多亿呢。若讲强对咱无啥物危险，咱这医生嘛，我都消化预算嘛袂过嘛。所以讲，大家拢需要一个敌人。OK， 也毋过。大家拢卖讲相拍，这就即马大陆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拢安尼。咱拢需要有一个敌人。美国是上爱有敌人的国家。但是有影吼，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吼，伊嘛要吼徛起世界霸权，亲像头拄仔你讲的，是要做世界的这个强权吼。所以讲这个这要做啥？因为即马吼，这100年来是足侪强的国家。人讲。围山9仞，功亏一篑，拢伫上尾迄步，是甲擦，规拢日本也好，纳粹德国拢安尼，所以即摆中国行即条路，讲实在啦，我替伊感觉足危险的。真危险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因为咱讲吼，虽然有这6个剧本来去写吼，但是这6个剧本吼是别人替中国咧写的吼，但是中国到底咧想啥物吼，其实嘛是真重要。中国有咧想吼，只是伊敢啊唔敢。咱过去讨论过，中国内部的这个因素吼，哈台湾是伊吼文攻武吓的这个一步啦吼。另外咱讲到吼，中国若是真正安尼做。
6个这个剧本写落去，咱讲 Reuters 后壁这报道写讲吼，美国真正会出手啦吼，尤其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甚至澳洲吼，拢会来斗帮忙。啊，但是咱头拄讲到，美国若真正无来帮忙的话，伊会失去着讲亚洲遮所有霸权，伊会慢慢免伫遮亚洲吼做老大吼。你安怎看咧？是，确实啦。即马对中共来讲吼，伊威胁台湾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两岸统一嘛。啊，吼，所以伊定定讲。伊保留吼对台湾动武的这个权利，是主要是要威胁台湾讲你袂用去独立，吼啊威胁其他的国家袂用去承认台湾，伊如此安尼尔。OK， 讲一个实在话啦，你若讲习近平若真正想要拍，伊嘛爱去算看卖，伊的成本，伊的承担偌济。OK。好无？啊，佫会拍输诶，对，万一若输去咧，不止台湾有可能永远两岸会分开，是，而且中国共产党嘛有可能会叫逼下台。OK， 安尼规个中国大陆可能会被四分五裂。啊，这个效果伊无得承担。OK，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伊若用这个武力直直甲你恐吓，吼。无人机3不5时啊，来甲你台湾飞一个，啊，你恐吓一个，伊若拍这个，咱定定讲嘛，心理战，互你恐吓一个，啊咧各国咧，互你点样会关心，啊毋过嘛袂去跨越迄个红线。OK， 啊咧这个情形咧，变讲大家有这么对峙，这个对峙状态以下，习近平会继续安稳的坐伊。踮咩嘢中南海 ，OK， 安稳的做伊的权利。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哦，拍台湾这6项，所以当然啦，咱不管是国军，还是中共伊个解放军来讲，甚至美国、日本，吼，各国其实对这个协定吼、详定，其实拢有做足侪的推算。OK， 啊，毋过我个人来讲吼。自从冷战以后啦，即马两岸的这个热战，吼，正会去修正的这个时间哦，照你讲已经慢慢啊消退。哎呦，已经慢慢啊消退。OK， 即马上主要是点样用这个心理战，甲外交战。OK， 吼，咧拍输赢。因为无人想要修正。OK， 讲实在话，因为中共嘛唔知影。万一伊若对台湾出手，无缘无故若对台湾出手，美国、日本会安怎反应？安怎联军安尼唔知啦，对，伊唔知影。是，所以讲伊这个我应该解一个咧啦。伊讲吼，伊甲讲要全面封锁台湾，是，还是讲要无预警空袭台湾，甚至是全面要拍台湾吼。伊有讲伊会讲去攻击美军伫日本的基地吼。是。这我是有点仔保留，免怎讲，佮拍到日本去啦吼。是，因为对中共来讲吼，伊上无希望的是讲把两岸问题变国际问题。OK， 变讲邀请，伊若去拍美国、拍日本，变讲邀请美国、日本倒堆来参落去。真正是世界大战啊！对，对伊来讲，伊承担袂起。OK， 所以我是个人来讲，伊若真正要拍台湾，伊一定会想讲。什么成本上少 ？OK， 啊，什么时间上短？应该互台湾投降。OK， 那台湾投降啊，美国、日本反应袂来的时阵，啊，变讲那万一台湾正正承担袂起啊投降，啊咧，这个成果已经造成啊。啊，变讲你美国、日本嘛无法度，因个国家安怎的时阵，对因来讲，伊才有法度，伊才会出手。伊才会出手。因若这种情形若无法度做到的时阵，对伊来讲，任何的动作吼，拢是会家己卖救起来啦。是 ，OK。对伊来讲，拢会，伊可能效果啦，伊拢可能无法度承担。OK， 咱继续过来请教教授吼，头拄仔咱私底下咧讲的时阵吼，你讲哇，真正你的这个学生囡仔拢讲哇，这阵局势是介紧张的啦吼，尤其你嘛有这个朋友开始咧练身体啊，是安怎？这第一是最近这几下个月吼，讲实在战争的报道吼，这个新闻吼，比过去增加足济。有影，我是有这是大家拢有看到。
第二咧就是中国这个无人机吼常常来飞，吼这个最近又开始，吼所以这嘛过去较无，所以这大家有欢迎，吼有这个烦恼，我想这是正常嘛是应该啦。是，但是我足同意头拄啊，这个李先生的讲法，就是中国拍台湾吼，上好就是其他国家莫来插手。OK， 吼，这个中国对台湾吼，伊感觉讲伊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美国、日本足侪国家参入来吼，搁较大。OK， 吼，所以咧，这个讲中国的公司吼去拍这个美国的基地啦、关岛啦吼，这个去拍这个。尤其是拍到日本的这个本土吼，我想中国无遐戆啦。有影。而且中国上希望就是吼，伊讲咧上好就是拍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代志。而且咧台湾吼，这个中国统一以后吼，绝对无影响到美国、日本正常的经济啊其他方面的利益。所以咧战争的时间嘛短，是，假使几工一礼拜、2礼拜吼。这个其他国家想要来干涉，可能时间嘛已经过去啊。这台湾已经互中国提起，伊咧军队要来，嘛唔知要囥伫落。所以这是中国上好的这个拍算啦。但是当然，是毋是有这种的拍算？中国是毋是伊咧这个蒙受吼？伊咧是咧这个空思蒙受吼？下当是毋是下当变到真的吼？爱看台湾人家己。OK， 好，假使咧台湾然后伫中国拍来的时阵吼。足侪人拍算讲爱投降，无就是谈判，上好是卖战，即个美国、日本来电到战的时间，可能变搁较长，这卖来，这家己甲中国谈好就好，是毋是有即种人？中国都是希望上好是即种人，愈来愈侪愈好。第二咧，就是即个中国来以后台湾人配合，配合以后咧，就是足紧的，就是即个台湾就变做中国一部分。然后咧，其他国家来吼，颠倒互台湾人去嫌。即个大家讲，你咧讲啥物话？亲像有即种可能吼，其实中国就是受即种办法。亲像咧，即个中国常常就是讲，即个统一台湾以后吼，对台湾是有好无歹。即个台湾咧，就中国提起来建设，台湾就免买武器。即种嘅讲法吼，虽然即马相信嘅人足少，但是伊。逐工讲，嘛是有人去洗脑。对，讲5年、10年，即个5工、10工，即个5当10当，即可能就有人相信。第二咧，就是用恐吓的方式。你即马咧，假使你支持民进党，支持台独分子，你即个台独分子的即个查某囡仔选举，你甲你关机歹势，即个以后中国就甲你扣起来，扣起来，是中国甲你即个有安怎吼？即个伫台湾是毋是有人会惊？一定也是有人感觉讲这个是上好是卖虽然咱无讲爱是甲中国合作，但是嘛无需要去得罪伊。OK， 台湾有即种人，就是讲好，你讲即摆是毋是爱甲中国投降，爱甲中国合作？无，伊嘛无爱。但是咧，是毋是爱甲中国战？是毋是爱得罪中国？伊嘛讲伊嘛无爱。即种人假是愈来愈侪即个对中国来讲就有够啊。有影。即种所以。这中国当然伊咧军事是伫准备是啦，即逐工准备，因为中国解放军遐侪人，亲像头拄啊，即个吴國大嘛讲啊，中国解放军遐侪人，逐工嘛爱有做这成绩尔嘛，亲像即摆即个习近平爱开大会，即个中国讲为什么会当互伊继续做未来的时间，就是伊足伟大，伊做。9年即个经济、外交、科学足侪建设足大，但是咧统一即地，即马甲9年前有啥物无共款？有影吼。所以咧，中国为什么最近动作较侪？就是爱互大家讲统一即件代志一定嘛是有进步，有咧做啦，有咧做，而且咧做甲足好诶。所以所有方面习近平做9年拢有发展，拢有进步。伊讲经济啦、外交啦、科学啦伊家己爱安怎讲，拢是甲伊家己代志啦。但是统一即件代志无嘛，所以咧，伊当然伫即个时阵足侪动作，就是代表讲统一即地嘛是有效果。是尤其台湾伊即摆中国嘅新闻拢讲，你看台湾的即个高级的将领，增加支持中国人愈来愈侪，代表啥物咧？咱的即个对台的工课。有咧做，有效果，是，然后咧，台湾的大学，足侪大学甲中国嘅合作愈来愈侪，个人渗透落去即足侪台湾的学生，
少年人去中国发展，这个拢是这成绩嘛。但是咧，这成绩愈讲愈侪吼，嘛爱相信讲，既然是有成绩，为什么爱拍？你不拍就代表你过去这种和平的方式拢无效果嘛。所以咧，必须要用拍的方式。所以咧，伊本身来讲吼，拍嘛毋是伊第一个手段。伊是一种就是重点是和平，是代表讲伊实在是足高的。所以因不断去圆伊的这个讲法啦，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咱嘛有真侪这个吼，参像头拄教授讲啊，即个。咱讲退役这个将领吼，开始伫遮做一寡这个言论也好啦，上新的啦吼，咱看是这个吼空军的这个吼3粒星的吼，伊讲啥强机吼来咱台湾这个领空吼起武康的这个时阵，伊讲伊咧宣家己的国土呢有权利啦吼，宣家己的国土，讲即款的话真正会互屁想啦吼，真正会互看袂起啦吼。另外咱讲过去吼，亲像讲即阵咧做立委的这个吴淑华也好，过去的吼2粒星的这个高安国也好啦吼，也是讲陆军吼，这个嘛是2粒星啊，拢总吼用着吼要甲统一即款的这个心理。但是咱讲统一是一种理念认同，但是咱讲真正若是这的这个体领讲出来吼，就无解会让互人认同吼。继续同款是这个军校出身吼，这个咱过来看安怎这个部分啦吼，尤其12战、任地作战，因这个将领，就是咧替因做任地作战的人。这个将领吼，我差不多拢捌啦。是。什么高安国啦，什么黄什么吼，拢较早甲我共一个书的，拢是普光部队。讲实在啦，因为讲我看的嘛是军校毕业的。是。我是民国60年退出联合国迄阵，7个月以后我就去做兵啊，去军校啊。我去军校，我才了解咱的军校讲实在，一直以来拢是啥物？拢是啥物叫做党军学校？党的，啥物党？国民党。伊讲，到即摆为止哦，咱陆军官校的校歌安怎唱的啊？怒潮澎湃，党旗飞舞。毋是讲国旗飞舞呢，党旗飞舞呢，所以讲表示讲，这就咱的军方的一个较早一直来的问题。也毋过，即款有影响无？有影响啊！所以讲，即摆出来讲这话拢是安怎？差不多拢比我较老的啦。像讲比我较少年，譬如讲以北辰啦，即款的吼，因想法都无共。认同嘛无共款。搁较少年时阵呢？搁较无共啊！咱上无共是啥物？咱一般阿兵哥啦，少年呢，哎哟，因讲这话哦，无人要插伊啦。咱会互人，会互因大家拢讲较歹听的，来迄落咱安怎讲？咱爱吞忍，毋是讲咱爱吞忍的，因为讲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咱上珍贵的，咱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讲因为讲根据咱中华民国的宪法人民有言论自由，所以讲伊做上将啦啥，伊嘛会使讲话所以讲你无法度讲你讲即款话，我就甲你安怎？也毋过讲实在啦，伊行一大路，伊敢讲即个一人去，一定互人测到要迄落。你领国家遐尼侪钱，咱台湾人吼，大家咸长内倒安尼来纳税啦，来迄落，来饲恁即款的讲较歹听的，敢若饲鸟鼠加布袋共款。你敢是无一个感觉？我感觉讲即款的伊是家庭你是失格啦。失格伊讲即款话，毋是来侮辱台湾的，伊是侮辱啥？侮辱中国啦。你讲咱国军拢草莓兵啦，袂拍咧啦，袂拍咧，咱上将甲你挂保证，你佫唔敢来，有诶一个红媒做些啥物网络啥物民调，讲85%的咱的台湾兵阿姜来就投降。拜托好，你嘛上无你嘛出兵啊，你过海劫来也毋做，毋过你再来受降。OK， 就是你拢唔敢，就是伊嘛无动作啦所以讲
这拢是安怎？这拢爱凊彩讲的。讲实在，咱台湾人吼，唔是遐尼简单啦。讲咱譬如讲，马关条的台湾，互清廷啊，割让互日本的时阵，你知影无？伫甲午战的迄当时啊，清军啊，伊收迄个旅顺要塞，这旅顺要塞足有名呢。伊开100万两的钱，10年哦，创啊真好。结果中国的军人一工尔，就互日本拍，就溃兵啊。是。啊，日本人来台湾，伊是接收呢。结果咱台湾所有伫台湾的中国军人拢走啊，完了敢若剩着咱台湾人家己，义军啊，义勇军，家己组织起来，甲日本拍偌久，100多天啦。日本人惊着啊，讲你台湾人遐尼无想着讲遐尼顽强，日本伫咱台湾50年来讲，伊嘛是感觉台湾人实在，这个润命的国家啦，润命的人民吼。阿强啊莫想甲中国梦现在民望就好啦。OK， 你若要试看卖，你就知啦。OK， 所以咱嘛有所因应吼。面对着吼，即个退领吼，咱讲即个将领吼，咱其实嘛立委吼提出着讲，哇，因若是讲。即个言论，咱其实吼，因为这薪水还甲冻点去啦吼。另外，咱佫讲到吼，即个台独的即个部分吼，咱头拄也讲到6个即个商店内底，有诶讲吼，即个马祖也好，金门去摕落来，台湾是毋是即个时阵宣布独立吼？但是有诶人无共款即个看法。但是咧吼，关于着即个台独即个问题吼，咱头拄也讲到，从点名做记号，点又做记号诶后像吼，有行政院诶苏贞昌院长，尤锡坤吼，立法院诶院长。有咱外交部吼吴钊燮部长啦吼，因3个吼拢认为这是无对因有任何影响，定价吼认为这是一种公营吼，有人佫讲报一个名单吼，看我会当互列入去这台独名单吼，咱佫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这别国的吼，伊安尼对咱台湾毋捌甲一天，对咱台湾指指点点，我为台湾拍拼，这我应该做的代志，不受恐吓。足好笑的啦！伊其他的国家针对着咱的国家，来做出这尔离谱的惩戒，我不知道他是要惩戒谁。苏议长甲杨议长，也是咱的吴部长，拢是为着台湾的拍拼。中国国台办初5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尤锡坤，也甲外交部长吴钊燮3个人是台独分子，禁止本人甲家属入境中国，禁止也袂使伫中国做生意。刘委会主席曲泰三伫反映备询的时阵，互人问起跳是毋是有反贼做法，伊认为中国这个做法，政治宣传比实际的意义较大，会观察后续发展。主委，你是不是顽固分子？某个程度是啦，某个程度是哈，但你因为我对于台湾主权的独立是绝对非常的顽固啦，不一定要叫被他点名才是啦啊。你干嘛引入几他妈开玩笑？你也觉得没有那么，你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不是没有那么重要，而是在于说这个现阶段它应该是一个政治的宣示，大过于实质啦哈，因为后续他怎么做才是重点嘛。中国连续出招，曲泰三认为中国目前真济方面做伙对台施加压力。另外，退役将领谢英洲对中国军机侵扰咱西南空隙，表示这是中国国土强军有权巡逻。这个讲法引起议论。不过，少年线有退役将领亲中共的言论，咱却无对应的法律甲法则。有立委认为应该检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加相关法律因应现况。另外，鼓励台商回流的投资台湾3大方案年底就要结束，是毋是延长，还是提出新的方案，也甲是毋是考虑增加香港来台湾的学生囡仔毕业了后留伫台湾的名额？曲泰三备询的时阵，对这2个议题回应表示，会进一步甲相关部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是吼，即阵互点名做记号是3个人吼，但是咱看立赢的这个人吼，咱讲有个人吼经报名吼，伊讲这是一个公营的这个象征吼，但是咱讲吼台独行袂通，咱讲中国你到底有要接受，那是华独的吼，中华民国独立安尼咧，继续去请教研究员。确实啦，因为我这几天听到这个国台办啊点名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加尤锡坤加外交部长吼。
我有当咧想，我有当甲阮同事咧讲生笑，阮会当咧讲，这习近平到底是偌介意蔡英文？一直咧助攻了，一直咧助攻民进党咧， OK 对无？因为这其实讲较歹听咧，就像拖啊迄个陆委会主委苦泰山哦，苦泰山咧讲，这个政治的宣示远大于实质效果。OK， 因这三个冇从来无踮咧中国大陆做生意，因这三个身份嘛无可能去中国大陆，也无去香港还是澳门，所以你讲禁止因去这三个所在，有啥物效果？无效果。啊，毋过就像讲这个黄参谋官伊咧讲的，也是伊个张教授咧讲的，伊这对习近平来讲，等于对因的人民咧讲。因开始咧做两华统一的代志 ，OK， 所以第一步有交代啊，嘿，有交代就是要惩罚这个台独的名单 ，OK， 吼，即马开始咧条例嘛，台独的名单，表示讲我有咧做代志，表示讲我慢慢啊要去两华统一，开始咧这个进程啊，吼，嘿，这个前进，问题这个前进有效果无？其实大家拢知影啊，台湾人愈亚深啊，吼。确实啦，是，这确实啦，因为不管是支持台湾独立，还是支持中华民国的人，拢会感觉讲，你若正巧有心要甲咱讲好，要讲统一，你嘛爱开这个条件，互咱台湾人愿意接受。嘛毋是讲你想要拍，惊互台湾人惊遐，啊，就甲你投降嘛。所以你讲，甲这个游锡堃、苏贞昌甲吴钊燮都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对大家来讲其实无影响，无影响。啊，当然大家都看到嘛，迄个驻德代表谢志伟，伊个跳出来咧，伊讲请你报名单，拜托的，我嘛伫遮呢。是。啊，当然啦，足侪人嘛跳出来讲，我嘛是。问题对，不管是对蓝绿政党来讲，对台湾人民来讲。这其实拢是一个动作的尔 ，OK， 这心理战的作用的啦，其实拢无效啦。OK， 其实拢无效啦。虽然头拄讲到，无论吼你是支持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甚至是台湾独立的人吼，啊针对着这吼，中国真正是看袂落去。啊，你咧耍这招吼，啊其实头拄咱副研究员嘛有讲到，是咧助攻民进党啦吼，啊民进党声势吼，啊即阵吼买当吼借着这个吼。得到分数了吼，啊！但是咱来看讲吼，对方环球时报因为这官方媒体总编辑何时进吼，搁咧讲什么罐头话啊？伊讲两华统一吼是早晚的这个代志吼，这寡人伫有生之年吼，还鼓动台独吼，自家的这个复兴吼，咱讲去自家的这个部分可能性愈来愈悬吼。教授安怎看？当然啦，伊的身份吼，只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管理者嘛，所以伊讲这种话嘛是正常啊。伊假是无安尼讲，我颠倒烦恼啊。哦，伊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吼，啊是已经走到美国噶，所以这讲这种话讲实在无什么要紧。OK， 我感觉袂要紧。啊，重点是啥？重点是就是这中国吼是伊受要影响的，毋是民进党，毋是苏贞昌、游锡堃， OK， 吼这种的民进党的领导人，啊是大商吗？这个主要的这个。政治人物，我是有头拄啊讲啊，即种吼，实在的人嘛无可能去啦，无可能去香港、澳门、中国，无可能去啦。伊上惊就是，伊就是吼，就是影响台湾一般人。OK， 吼，台湾一般人，就是我普通一般人啊，但是咧，哦，你假是哦，伫咧网络啊，还是啥物所在有即个支持哦，民进党啊，支持即个台湾独立，哦，支持卖国统一的即种作为吼，伊可能就是甲你注明。代表讲吼，这种行为伊无法度忍耐。OK， 所以咧，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一般人，伊都无法度忍耐。颠覆伊个国家啦。对，就是即摆来讲吼，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吼，甲台湾甲中国即摆咧这个往来吼，开始讲减啊足少的啦。啊，嘛无去观光吼做生意的人啊，啥物吼嘛变多足少。但是咧，假使咧明年咧这个疫情较结束，吼2月吼，这个交流吼，这个往来拢开始吼。迄个时阵，迄种的威胁吼，是毋是开始就会产生增加，吼产生效果？吼，这就真歹讲。哦，因为咧，一般台湾人咱言论足自由的啊，咱爱支持民进党，爱支持哦，这个
这个公道，爱支持这个反对罢免，还是这个我对中国就是看袂爽。这种我伫台湾足自由的，足正常，但是咧，因为即马网络的这个技术所以是找到一项，你可能就受到影响。你个人你讲我无要去中国，但是我朋友啦，我的这个亲戚有去，伊甲我有这个写这个 email， 有这个牵连吼，所以伊的意思就是爱增加台湾社会的这个恐吓的效果。即马开始点这3个人吼，重点就是你其他人讲这3个人遐尔啊大尾，遐尔啊有势力嘛无嘛，所以咧。这可能伊3个人是绝对无需要去中国，但是有是毋是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伊为着伊的生活、伊的工作有需要去，伊迄边工作啊安怎，也是有啦，这是一定有，所以咧，这就是这种效果咱所以这个政府就讲你继续讲这种话是有过分咱嘛爱来反制啦。OK， 所以无论是这个执政党、在野党，其实嘛是爱画出来讲话对，我感觉嘛是爱画出来反制。讲实在啦，即马假使是这个话国民党之前，国民党嘛爱讲保护台湾人一般言论的自由嘛。所以这讲实在嘛毋是针对这3个民进党的人啦，这是针对咱台湾全体啦。OK， 这嘛毋是讲我毋是民进党，我无插政治，就甲这个就甲我无关系。我看嘛无遐好影啦。是有影咱过去咧讲香港的这个时阵因为这个国安法啦所以咱迄当阵就讲着那是真正的受到这国安法的这个影响，即阵是要牵涉到台独所有有关的这个文字也好，还是讲有一寡这个交涉，你的朋友这个私底下 LINE 还是你有咧用 WeChat 可能拢会受到影响等等但是咱讲这个香港国安法都惊咱坐起咧因的这个课题因为国台这个班机因为变做是领土啊嘛所以可能嘛是去用扩起有即款这个影响所以咱头头讲到这个台独分子因本人袂当去，伊的这个亲戚袂当去朋友啦中国香港甲澳门所以遮拢会去受到影响，所以有一寡这个象征的这个意义存在但是在野党遮嘛是爱真正表态啦中国国民党安怎讲咧讲对方这法律无法度插到咱台湾两方之间爱互相沟通、互相尊重民进党安怎讲伊讲全世界认为。是这个 trouble maker 拢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权因甲大家看作是敌人虽然呢去解说做这个民主的国家影响所以伊嘛是正向来去看这个咱讲事件，但是民进党家己嘛爱势力因为因开始咧拍这种作战你安怎叫继续建议因呢？第一点大家拢知影嘛，蒋介石敢有支持台独蒋经国敢有支持台独？因反台独，反对台独上厉害掠就要关，就要安怎？所以讲，毋是即马才有这名单呢。1949年，民国38年，蒋仔就出来43个首要战犯名单。第一个是啥？蒋介石嘛，对毋？迄43个拢国民党的，结果即马一个名单无一个国民党的啦，国民党本来是蒋仔看你是战犯呢，掠到都要甲你抬，要甲你关，结果即马无结果国民党讲安怎？蒋讲反台独，伊嘛讲反台独，讲实在，咱即马讲有啥物台独咱即马连总统也好，苏贞昌也好。外交部长也好，咱拢讲咱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咱无需要台独嘛，对毋？咱主要讲咱中华民国国民咱台湾的大家拢在选总统，那需要讲佮去台独建国，无必要嘛。所以讲，这个伊要甲你掠，要甲你抬，要甲你关，话拢伊讲的啦。我嘛即摆我嘛甲大家提醒一下。莫讲我拢甲台独无关系你看卖，前一阵伊掠迄一寡迄什么学者啦，啥讲你是台湾的特务，什么特务伊讲你是特务，你就特务啦。所以讲另外安怎？台湾有足侪红色的料白是底下讲一寡有诶无诶啦，讲这个是台独，迄个是台独。
吼，就甲你点名吼。所以讲有当时啊，你嘛唔知讲你得是得啥物人无就可能讲你想过红吼人就写一张批啦，佮安怎啦讲伊这就台独啦，伊是安怎支持，所以讲讲啊歹听啦，即款的国家莫去啦，咱世界遐尼大好看好佚佗些地方足济啦，咱莫去即款国家讲实在你唔知影讲伊无一个标准的你嘛唔知影讲伊这国家就有人甲你灭过是当真正来掠你安尼你毋是替家找麻烦另外就讲即马大家台商好啥物，人拢要离开中国是，又毋使讲这个时代伊毋知影讲伊即摆是啥物年啦，这无效啦，讲实在。看清楚伊的本质啦感谢所来宾，感谢多谢。